今日看内政部伫7月份提出300亿的租厝补贴，也毋过有一寡民众就反映讲看会到、食袂到哦。崔妈妈基金会今仔早起就呼吁讲，应该爱先甲厝卡租厝的所得税扣除额对12万提悬到30万哦。嘛望讲这会期应该赶紧完成修法。厝税甲厝价共款直起，毋若是买袂起嘛，租袂起。今年7月，政府推出300亿的租厝补贴，立委蔡碧如批评是看会到、食袂到。所以这个300亿的租金里头，就只有27.8万户，达成率就只有55.57%哈。因为有厝主主动厝卡申请，甚至讲若有补贴就要来起租金，互厝卡毋敢申请。关心租厝权利的崔妈妈基金会甲下党派立委16召开记者会，希望赶紧修改租厝相关的法律，保障租屋权益，保障租屋权益，紧速协商租赁条例。紧速协商租赁条例。崔妈妈基金会认为，租厝的纠纷应该比照消保法的规定处理，嘛爱确实规定厝主袂使限制厝卡申请补助。另外嘛爱甲厝卡租厝的所得税扣除额改做特别扣除额，而且为12万提悬到30万。因为财政部在上一次那个财委会询答的时候，他允诺再提出一些修法的一个期程跟规划，但是这个部分8月底我们发现财政部只提出了就是说那个未达成的共识这样的模糊的字眼，也没有期程。这项修法目前受到下党派立委的支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委陈天才表示，已经要求行政机关紧协商找出共识，会并伫这个会期通过修法。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